有個媽咪留言俾我，話佢好焦慮啊！為咗鼓勵個仔咧，佢睇咗唔少書噶，按照專家嘅建議咧，每日都出盡力去讚個仔仔。例如咧，哇，你好聰明啊！你今次表現真係好好喎。但佢發現咧，個仔對讚美咧，好似越嚟越計較。如果媽咪唔讚佢嘅話咧，佢就會唔開心噶咯。測驗成績唔好咧，佢亦都會唔開心。但係唔開心嘅原因咧，其實係因為覺得自己冇面。咁如果叫佢再努力一下咧，佢就會唔耐煩噶啦。華盛頓大學嘅 Dr. Collinger，佢係一位專門研究恒心同埋毅力神經回路嘅專家。佢通過白老鼠跑迷宮嘅實驗咧，證實咗恒心同埋毅力呢種品格咧，其實係可以培養嘅。獎賞的確係有用噶，但係關鍵係在於要控制嗰個度啊，做到有時俾，有時唔俾。因為大腦需要學習，挫折期咧係暫時嘅啫，再堅持一下就可以噶啦。如果成長過程當中俾咗太多嘅獎勵，又或者太容易得到獎賞嘅話咧，就會容易缺少毅力。讚賞一旦消失，呢類人咧就會選擇放棄。讚賞嘅頻次其實好重要㗎，點樣讚咧都有學問㗎喎。學者嘅研究發現咧，選擇小朋友做某件事嘅過程嚟表示讚賞，效果咧係真係好明顯嘅。嗱，聽起身好簡單嚇，但係其實咧實操咧唔容易㗎。好多家長習慣咗開口埋口就讚，好叻啊，好醒目啊，想改口咧，一開始都會覺得自己好似唔識表達咁啊，甚至都會覺得，我讚少咗，小朋友會唔會覺得我唔愛佢啊？嗱，關鍵在於咧，讚賞好可能係大人代替咗小朋友去對自己嘅行為同埋選擇做判斷，佢哋會越嚟越依賴外界嘅認可。相反，如果重視鼓勵過程，將對自己嘅判斷留翻俾小朋友，獎賞就會顯得更加有意義啦。